如果大家有上過唔同網站，都會知道聯絡我哋或者頁面通常會有一個聯絡表單，等我哋留低資料。今日啦，我會教大家點樣喺呢個平台上創建一個聯絡表單，以及客戶點樣喺表單中留低資料，仲有點樣喺後台查看呢啲資料。首先，我哋點擊聯絡表單選項，進入之後，你會睇到好多唔同模板供你選擇。我揀呢個模板作為示範，點擊後系統會立即插入一張表單。接落嚟，點樣編輯呢張表單或者添加更多欄位？首先點擊呢張表單，點擊後會彈出一個編輯頁面。編輯表單嘅第一步，亦都係最基本嘅一步，係設定電郵地址。如果唔設定電郵地址，表單會失效，即使客戶填寫完資料，亦都會出現錯誤。設定完成之後，點擊編輯表單，進入編輯頁面，你會睇到表單嘅所有欄位。如果想新增欄位，例如電話號碼欄位，點擊新增，選擇電話欄位，然後應用欄位就添加完成啦。接落嚟，我會示範客戶點樣留低資料，以及點樣喺後台查看呢啲資料。首先，我哋需要發佈表單。發佈後返到網站，你會睇到表單已經出現喺頁面上。例如填寫一個電話號碼，然後點擊提交，表單就成功送出啦。咁點樣查看客戶留低嘅資料？返到後台，點擊表單選項，進入後會睇到所有表單資料，包括提交時間、電話號碼、名稱等。如果想查看更多詳細資訊，點擊詳情，所有客戶填寫嘅資料都會顯示出嚟。就係咁。如果想試用呢個平台，下方描述欄 demo link 可供試用。